麻布坪道口巴士站起步，經麻布坪道到塘福引水道，再從引水道入數南天門石澗，約170米轉左沿續走南天門石澗。今日主菜是鳳湖巨壁，我們會從南天門石澗的左沿茶壺咀坑到達此壁，約320米分原位轉左沿茶壺咀坑。南位，下望南位。茶壺咀坑共有3塊大壁布，第一壁可在左邊繞圈上，棧道多樹枝擋路，返回間道。第二壁可在右邊棧道繞上，第三壁在右邊側攀上。三壁過後間道稍為平緩，續上數茶壺咀坑，約630米有崖壁擋路，側望崖壁，沿崖壁的右邊繞回入澗，最後接上南茶棧道，上望鳳湖巨壁。巨壁可分為3層，先從左側攀上第一層後覓位置綁繩再攀上。另一個角度，換我攀上第一層。鳳湖巨壁容易爆石，需要每步小心觀察覓路及穿上有關安全裝備，以保萬全。第一層頂部只足夠一個人通過。下望第一層，左邊攀上第二層，很多雜草其實是一個危機，幾乎90度爬升，繼續小心攀上第二層。第二層頂部可站立的位置更少，在第二層頂部望向天窗席，有畏高的人應該會腳軟。第三層難度極高，手腳萎薄而笑，又怕爆石。下望第三層，完成3層的鳳湖巨壁，往上離開，隊友遷移到鳳湖巨壁的右邊，再次玩這難度極高的鳳湖巨壁，高50米，無論哪一條線都是高危的。要爬這壁，必須要有關的安全裝備，以及有熟悉攀爬路線的領隊帶領下攀上。另一條線，盡興後離開鳳湖巨壁，繼續向上走，旁邊是天窗席，橫移需要經過谷位，繼續向上才是正路。回望踩草坡的這段路，接上770米的引路，引路尚算清晰。接上鳳徑往伯公坳方向走，途經南天門，整條鳳徑沒有其他行山客。回望鳳湖巨壁，伯公坳乘巴士到東涌散。